講起數碼營銷，一般都係會聯想到喺 Facebook、IG 出下 post，或者使幾千蚊賣下廣告。其實呢啲只係冰山一角。咁今日就嚟睇下冰山下邊仲有啲乜嘢元素。數碼營銷呢，其實係一個大嘅工具箱。除咗以 Meta 為首嘅 social media 之外呢，仲有係喺 Google 等客揾你嘅 SEO， 負責主動出擊嘅付費廣告，仲有負責同客戶建立長期關係內容營銷等等。相比以前呢，現今嘅官方平台工具已經非常先進，但係即使你有齊呢啲工具，唔代表間屋會起得完美，因為如果冇建築藍圖，呢啲工具只係散亂嘅零件，冇辦法合力。而策略就係嗰一張藍圖，佢引領住所有嘅執行，令每一個行動有意義，亦都可以被衡量，最終達到想要嘅效果。策略咧，其實佢係一個指引，第一步要用咩工具，下一步點配合，令資源用喺關鍵地方。所以數碼營銷有冇效，永遠都係由清晰嘅策略開始。如果你都想為你嘅數碼營銷制定一個有策略性嘅推廣，歡迎嚟揾我哋傾下。下集再見。